主后2026年1月18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但以理书第3章13、19、18节。尼布甲尼撒王听了非常生气，就下令将沙得拉、米沙、阿别尼哥带来到伊的面前。王问因：沙得拉、米沙、阿别尼哥，恁敢真正无服侍我的神明，无破坏我材的金像？但恁着想好好势，恁一个听到号角、鼈仔、琴、瑟、楔琴、鼓，甲逐种乐器的声，若破坏我做的像，就无代志；若无，就要即时甲恁迄落得烧的火窑，到时有啥神明会当对我的手头甲恁解救出去？沙得拉、米沙、阿别尼哥应王讲：尼布甲尼撒，这个代志阮毋免甲你回答。阮若互你迄落火窑，阮服侍敬拜的上帝会甲阮对焰火得倒的火窑救出来，同上伊嘛会救阮脱离你的手。就算讲毋是安尼，皇上，你着知，我嘛一定无要服侍你的神明，无要破坏你材的金像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什么是就算着死也袂妥协的坚持原则？这大概毋是咱一般人会拄着、想到的代志，因为咱活伫一个比较较自由、民主平等的社会，袂因为出身的种族、肤色、性别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化等等受歧视、压迫，甚至被伤害甲困住，也是判死刑。总是虽然咱已经进入21世纪，伫世界上还是有极权的所在，也是国家社会会为着某一寡家己掠做高尚，实际上是咧迫害异己的行为，这咱是有所闻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活伫世间，咱知影每一个国家有人所制定的法律，称做国民规范。守法是好的国民，总是若是拄着恶法，要安怎持守信仰，阁无犯法，这就真做大难题。但以理书第3章的故事，诚做咱会勉励甲学习的模范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的进度是第3章到第4章，大圣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3章第1节到第7节，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人爱拜伊所材的金像。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伊家己建立一个真伟大的大帝国，家己的功绩就可比是神明通受崇拜，所以就为着家己建造一仙大金像，悬27公尺，宽3公尺，踩点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险恶的所在，互人朝拜瞻仰。王下令要求大小官员甲人民，伫金像开工点眼落成典礼的时，若听到乐队演奏的声，就拢着破坏王的金像，若无的人就要受火刑处死。第二段伫第3章8节到18节，但以理3个朋友受控告为令。迄时有几个巴比伦人，毋知是出于嫉妒，
怨恨的缘故，利用这个机会恶意控告但以理三个朋友违反皇令，毋拜皇帝的神明甲偶像。王听了真受气，就调集因三个来查问，敢真正有即款代志，而且也威胁因，要予因搁一摆的机会，通拍败金相，表示降服。若是因应王忤逆的话讲，阮若互王迄落伫火窑，上帝会拯救阮。就算上帝无来救阮的性命，阮也相款袂服侍皇帝的神明，甲拜王的金像。第三段第1章19节到25节，但以理三个朋友伫火炉内得上帝保护，因为安尼，皇帝非常大受气。就吩咐人甲因迄入上烧的火炉，火的热度连因遐上猛勇的战士都挡袂牢热气的先烧死。总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伫火炉内，毋但无死，也无烧着，也无受伤，搁会当伫火药中行来行去，而且上怪奇的是，三个人竟然变做4个人，加一个人敢若是神明的囝，也是天使的款式。第4段伫第3章26节到30节，但以理三个朋友得到讨棒，搁升官。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个新热异象，就甲因对火窑中叫出来。遐个大官也围挖因，看因的身躯无着火，连衫裤也完整无火烧着，也是火烧味。王毋但称赞因的上帝保护伊忠信的信徒，王也下令不准任何人来亵渎因所服侍的上帝，若违反的，会受剁脚斩首刑罚，搁厝拆掉无通住。最后，王搁互因伫巴比伦省的职位搁再提升。第5段伫第4章第10到18节，尼布甲尼撒王的第2个异梦。尼布甲尼撒王搁做第2个真奇怪也真恐怖的梦。这回伊记得梦的内容，毋过巴比伦所有的智者共款无才调解梦。王搁找但以理替伊解梦。伫梦中看见一丛悬通拄天的期待果子树，后来树丛互人错掉，只有干那剩树头，互人用铜甲铁的链仔绑缀。伫野外的青草地，经过7年久的时间，迄个人的心变成做野兽的心。这个目的是要彰显，只有上帝才是掌管世间的国家，以及上帝将国赏赐互甚物人，治理国就互迄个人。第2段伫第4章19节到27节，但以理为王解异梦。但以理用恐慌的心解王的梦，讲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迄丛大丛树，权势称到天，
统治的范围也到天边海角。毋过，上帝要派天使甲王掠掉。经过7年久，甲野兽食草当落水，直到王承认上帝的主权，掌管全世界。到迄时，王才通恢复正常甲伊的政权。但以理就苦劝王，着秉公行义，用慈悲对待善车人，搁离开罪甲歹，才会久长繁荣。第7段伫第4章28节到33节，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实现。12个月以后，也就是1年后，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偏袒家己的才能甲伟大，结果迄一日就精神失常发作，互人赶离开人群，住伫野外。食草亲像牛，当落水，头毛如苍苍，指甲无甲也若亲像是鹰的鸟。第8段伫第4章34节到37节，尼布甲尼撒王恢复正常，学了上帝。经过7年久，尼布甲尼撒王才恢复正常。就学了归荣光互上帝，承认上帝的伟大统治到永远，也了解人的有限甲空虚。后来，尼布甲尼撒王毋但恢复王权，阁得到比以前较大的权柄，国家也阁一摆得到昌盛。但以理书第3章到第4章对咱有甚物教示？第一，拍死无退的信仰骨气。伫第3章，但以理3个朋友毋拍败皇帝所造的金像即个事件，为甚物无但以理出现伫其中，干那伊3个朋友咧？圣经并无明讲，所以简单会当想象可能的原因，其中包括但以理迄段当时是皇帝面头前的红人，伊权势大，搁对遮个巴比伦的智者捌有救命之恩，所以因毋敢公然对抗但以理，只有替但以理的犹太朋友下手。就若像咱咧讲抬价架高，因想要警告但以理，总是皇帝的命令是圣旨，因揭发毋拜金像的但以理3个朋友，讲因是叛徒，也表示。这个智者是对皇帝效忠，这诚热因的保护伞，但以理对因也无可奈何。总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，因只有服侍上帝，信靠上帝。中文和本的圣经翻译讲即或不然，现代台语版圣经译做。就算讲毋是安尼，上帝就算无出手拯救因，因也决断无要服侍皇帝的神明甲金像。这就是信仰的勇气甲骨气。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甲咱讲：会害死身躯，却袂害死灵魂的，恁毋免惊。颠倒着惊，会将灵魂甲身躯迄落地狱毁灭的上帝。这也是咱普世长老教会甲你们注意信仰精神得讲的魂而不废，信徒的坚忍，吞忍到落尾，的确
会得救信仰的实践。第二，伫遮得讲着咱来高举上帝的主权，独独尊上帝做主。但是历史咱通看到，伊一再伫强调，虽然亲像超级大帝国甲大皇帝统治者，因伫人间不可一世，毋过面对上帝甲上帝国也不堪一击，总会有消散的一日。所以，上面无论是帝国甲君王，拢着谦卑降服，尊上帝做至大至权的主宰。另外一方面，也咧教咱做一个基督徒，虽然咱爱听咱的国家，遵守国家的法律甲规范，做是当国家的法律甲规范若甲基督信仰的价值、良知违背无法度解决的时，咱作为基督徒甲教会，顺从上帝是比听叹国法还搁较要紧。咱爱守法，毋过爱承受上帝的法度，其次才是人间的法，而且人间的法也着爱符合伫圣经的信仰价值甲精神。第三，则讲到着统治者是上帝的册用，是上帝的工具。伫尼布甲尼撒王第二个异象的梦，但以理伫解梦了后，有苦劝王讲：皇上，求你接受我的苦劝，着秉公行义，离开你的罪，慈悲对待善车人，脱离你的歹所行，安尼你就会久长欢迎。但以理书第4章27节。保罗伫罗马书13章第4节甲咱讲，因为伊就是政府，政府是上帝的册用，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，毋过你若做歹，着惊伊，因为伊带剑，剑就是公权力。无论伊带剑，毋是无目的，伊是上帝的册用。是心软的，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。无论是国家、政府、统治者、当权者，切记公权力是上帝的册用，是上帝的工具。用咱的话咧讲，就是爱替天行道，来秉公行义，实施仁政，赏善罚恶，这才是为政者的正道，也才会当互上帝学乐，是好搁尽忠的奴仆。愿主的旨意实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。阮看到但以理书实在是真奇妙，因为但以理因伫受了寄到伫外邦的中间，竟然会当得到高升，而且真做真要紧的人物，也透过安尼，虽然伊的朋友为着无爱拜王的金像受控告，因犹原勇敢持守信仰，也虽然落伫火药的中间，主你犹原保守拯救伫因。求主也帮咱看顾遐个伫苦难中的基督徒甲教会，因为着持守信仰受压迫，愿主你也亲像纪念伫但以理3个朋友相款来救赎主你家己的子民。愿你的面前献上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
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